Hello， 大家好。原來講到會拍手嘅。OK， 好啦，咁今日咧即係大家瞓多咗1個鐘啦。咁咧我講到好似都好多嘢講，好長氣，希望大家能夠專心啲。好，開始之前，我哋一齊祈禱啊嚇。親愛天父，多謝你俾我哋咧能夠閱讀你嘅話語，係你嘅話語咧能夠改變我哋生命。你打開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能夠咧去明白你嘅旨意，喺呢個地上面實踐你嘅話語。奉主名求，阿門。今日咧，我哋會講出埃及記啊，出埃及記第1章。嗱，呢卷書咧，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啊，記載咗咧喺埃及裏邊，上帝點樣喺奴役裏邊拯救以色列人。咁咧今日我哋講第1章咧，係一個好短但係咧好精彩嘅故事。因為咧佢講咗雅各嘅家族點樣喺埃及裏邊咧扎根，跟住然後咧有好多生養好多，遍佈全地，然後咧受到埃及法老王嘅壓迫。以至咧有一個嘅接生婦嘅出場，佢哋嘅英勇行為拯救咗好多嘅 BB 仔，然後佢哋同法老王有好智慧嘅對答。嗱，今日講呢個接生婦係我哋嘅即係講道裏面嘅主角啦。咁亦都可以講接生婆啊，咁係現代人我哋叫助產士。咁希望解釋一下俾大家知道，唔好聽錯咗其他嘢。希望咧我哋可以喺呢篇講道之後，我哋可以講得出呢個接生婦究竟有咩生命嘅特質，神點樣使用佢啊？點解佢有呢個生命嘅特質？讓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日嘅講道嘅經文。咁咧就係出埃及記嘅第1章8至14節。如果你有聖經嘅都可以攞出嚟。咁我讀嘅咧係新譯本。第8節，那時有一位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興起來，統治埃及。他對自己的人民說：看啊，以色列民比我們眾多強盛，來吧，我們要用巧計對付他們。恐怕他們增多起來，一旦發生戰爭，他們就與我們的仇敵聯合，為攻擊我們，並且離開這地。第11節。於是他們指派督工管轄他們，加重他們的重擔，苦害他們。他們為法老建造2座儲貨城，就是比東和蘭塞。12節，但是埃及人越發苦害他們，他們就越發增多，越發繁殖。埃及人就懼怕以色列人，於是埃及人嚴嚴地使以色列人作苦工。埃及人使他們因作苦工而覺得命苦，他們要做和泥、做磚、作田間各樣的工，這一切苦工，埃及人都嚴嚴地驅使以色列人去做。嗱，講到呢一度，鏡頭一開始就係咧描述一個新興嘅王，佢唔認識約瑟，大概咧可能係過咗好多代人啊，所以佢都唔認識邊個叫約瑟。咁咧有民數記去記載咧，我諗係以色列人喺埃及可能大概寄居咗400幾年，佢哋先出埃及，所以呢個新興嘅王咧冇任何嘅歷史背景啦，亦都同以色列人咧冇任何嘅關係。佢哋開始壓迫以色列人，點解啊？第9節佢哋有講嘛，就係埃及王懼怕以色列民，人多勢眾啊。以色列民喺埃及眾多強盛。當日約瑟帶一家人嚟到埃及，成家人淨係得70人嘅咋？你知唔知佢哋離開埃及嘅時候演變到有幾多人啊？嚇？過百萬係啊，應該有，因為咧喺出埃及記12章嗰度咧，佢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嘅時候，大概有60萬名嘅男子喎。咁加埋女人同埋小朋友，梗係唔止啦，係咪啊？即係過百萬係啱嘅。咁同埋第10節啦，佢話佢驚以色列人多啊，可以同其他國家一齊對付佢哋，所以咧佢好驚即係以色列人要攻擊埃及自己本土人，所以佢唔俾佢哋繼續嘅增長啊！埃及王好嚴苛咁樣咧，去奴役呢班以色列人，佢叫佢哋做咩啊？要起一啲儲貨城啊，即係好大型嘅建築。咁呢啲嘅建築梗係要好多嘅人力物力啦，係咪啊？
咁所以咧，佢係試圖咧去苦害佢哋，削弱佢哋嘅勢力。埃及人咧派呢啲督工嚴嚴嘅去轄制以色列人。咁可能咧你都見過呢一啲嘅圖片啊。以色列人咧要和泥做磚，田間各樣嘅苦工。咁聖經話埃及人要使以色列人做苦工，覺得自己命苦啊。所以咧呢啲咁嘅大量嘅勞役，讓佢哋身心靈覺得好疲乏，越壓迫咧，但係個情況就越調轉喎，佢越多人生仔，越嚟越多人喎，咁咧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啊！越嚟越多人，咁我哋更加苦害佢啦，但係又更加生多啲仔，呢一種勞役咧持續咗400幾年。400幾年係一個好殘酷嘅剝削啦，連基本嘅權利都冇。以色列人雖然強盛，但係咧埃及裏邊冇權勢，佢哋唯有繼續接受呢一啲嘅迫害。法老咧繼續鼓勵佢哋自己本土人咧去掠奪同埋強暴對待呢啲嘅以色列人，而係增加自己嘅聲望。呢一種社會嘅歧視同埋恐怖嘅氛圍，係令以色列人咧提心吊膽，失去咗自由同埋尊嚴。你試諗下呢個時代變遷，但係呢一種恐怖嘅氛圍冇停止，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嘅人種咧，仲經歷緊呢一啲嘅迫害。唔單止啊，埃及法老仲要趕盡殺絕，命令殺死所有嘅 newborn 男生，希伯來嘅男嬰，淨係留嗰啲 BB 女。呢一種係種族滅絕啊，係嚴重咁樣威脅到以色列人。呢一個嘅勞役唔單止係身體上面嘅逼迫啦，而且係心理啦、種族層面上面嘅逼迫。我哋都好難想像到嚇，喺呢個時代我哋成日都話生 BB 咧，有好多嘅預備啊嘛，又要有穩定嘅經濟收入啦，又要有一個安定嘅居所啦，又要咧一個好嘅教育環境。社會要穩定，我哋先可以安心生 BB 啊嘛。我應該有冇數漏啊？仲有冇其他？我哋好多嘢諗噶嘛。但係你諗下，以色列人當時個社會，佢哋乜嘢都冇喎，冇任何嘅保障，仲要咧在位者濫殺呢啲男嬰，點樣仲可以生 BB 咧？咁樣，咁我哋都睇到其實。生育率同埋當時社會嘅變化，或者佢有一啲嘅特別嘅政治事件，都會影響佢哋嘅出生率。咁我就睇返香港嗰個統計嘅數字啊。咁喺香港嘅統計月刊裏邊咧，香港人嘅出生率啊，我睇返前少少先啦，就係睇到1981年咧，佢嘅出生率大概係1000人裏邊咧係有16.8個 BB。我唔知點解有點數，識統計嘅可以解釋下。咁但係咧，去到2023年啊，香港發生咩事啊？SARS 啊，2003年，係啊，2003年，佢嗰個出生率咧係由頭先16.8係跌到7，即係1000個人裏邊有7個 BB 出世。咁再到社會運動之後啦，就係另一個新低啊！2021年，1000人裏邊淨係得5個 BB 出世，所以咧香港生 BB 咧而家有2萬蚊噶嘛，鼓勵生育啊咁樣。所以你見到一個咁唔穩定嘅社會，哇點可以仲生 BB 咧？但係咧喺12節經文咁講啊。埃及人越發苦害以色列人，他們就越發增多，越發繁殖。埃及人就懼怕以色列人。喂，呢個好唔合理嘅增長嘛，係咪啊？環境咁惡劣，你種嘢都知啦，環境咁惡劣，你收成一定差噶嘛，係咪啊？好似生 BB 一樣，點解佢哋仲會越嚟越多人嘅咧？真係諗唔明啊！嗬。咁咧經文去到第15節，我哋再一齊睇埋落去啊嚇。15節，埃及王吩咐2個希伯來接生婦，一個名叫斯弗拉 Shifra， 另一個咧叫做普亞 Pua。
佢話：你哋給希伯來婦人接生的時候，要看着他們臨盆。若是男孩，你們要殺死他；若是女孩，他就可以活着。但是接生婦卻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們的去做，竟讓男孩活着。於是埃及王把接生婦叫了來，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作這事，讓男孩活着呢？接生婦回答法老：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啊，他們很有活力。接生婦還沒有到，他們已經生產了。神恩待呢一班嘅接生婦，以色列民增多起嚟，而且非常強盛。接生婦因為敬畏神，神就為他們建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眾民說：凡是希伯來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把他投在河裏；凡是女孩，就讓他活着。嗱，你睇到啦，呢個斯弗拉同埋普亞呢兩個接生婦有咩特質啊？敬畏神，係啊，經文講咗2次啊，佢哋敬畏神，唔照住呢個法老嘅吩咐去殺呢啲男嬰，去堅持敬畏神。值得注意嘅係咧，你可以睇到呢兩個接生婦叫咩名㗎？係嘛？佢哋有名嘅喎，埃及王有冇名啊？冇啊，淨係叫佢埃及王咋。咁所以喺呢個好鮮明嘅對比之下，你知道咧，作者咧係有嘢講，有名嗰啲咧係有意思嘅。所以我哋睇聖經嘅時候咧，要留意啲有名嘅人。雖然咧佢哋只係一個好短嘅篇幅，但係聖經作者俾個名佢哋係有意思嘅。而且咧喺希伯來文化裏邊咧，通常咧生仔啊、分娩啊，通常由女性去做呢個接生婦嘅。咁呢啲接生婦咧，唔單止咧要處理呢啲生產嘅過程啊，而且咧仲要提供一啲情感嘅支援。好似咧，我哋而家陪月都係㗎，唔係淨係要煮3餐，仲要咧支援嗰個啱啱初生嘅即係啱啱生完 BB 嘅媽媽。咁男士的確好難做到嘅，即係你自己老公都即係我諗係神俾我哋嘅男女嘅創造真係好唔一樣咯，係啊，即係男人係好難情感支援嘅，即係好似我諗起好搞笑，我同我老公一個對話。咁有一日咧，我就照鏡啦，我就話好似我最近啲面色好咗啲喎，有啲紅潤喎咁樣。咁咧佢就望住我，好認真咁講：你係咪爆拆啊？咁我就覺得真係嘅，男女諗嘅嘢係好唔一樣啊！咁同埋希伯來接生婦咧，佢哋仲有啲乜嘢要做咧？佢就要加入呢啲宗教嘅元素啊，例如祈禱啦，點樣去做一啲儀式啦。咁所以咧，呢啲接生婦喺希伯來社會裏邊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雖然咧聖經只係提到兩個人，就係斯弗拉同埋普亞。但係咧，你諗下嗱，超過100萬人口喎，會唔會淨係得2個接生婦啊？嗱，好可能咧，佢哋係呢啲接生婦嘅團隊嘅代表，或者係佢係領袖嚟嘅。咁所以咧，法老淨係接見佢哋2個。咁同埋咧，第3點啊，呢啲希伯來嘅接生婦咧，你估咧佢係咪真係希伯來人啊？聖經係咁形容佢哋係希伯來接生婦。不過咧，其實好多人對佢哋嘅民族身份咧係有爭議嘅。究竟佢哋係希伯來人為自己民族嘅婦女去接生啦，定係佢哋係為希伯來人接生嘅接生婦咧？兩個唔同㗎喎，你聽明啊？嗬，就係佢係究竟係希伯來人啦，定係佢唔係希伯來人呢？有啲人咧就話，可能佢咧唔係希伯來人，因為咧點可能即係法老一接見佢就可以即係接見呢2個人呢？同埋 Shiphrah 咧喺埃及裏邊嘅文字裏邊咧係解美麗嘅，即係好可能佢係有呢個係一個埃及人嘅名嚟嘅。同埋咧，猶太學家咧，阿約瑟夫咧，佢喺猶太古史都話呢2個係埃及人嚟喎。咁不過咧，有啲猶太人就
就否定啦，佢就話：邊有可能由外邦人去為我哋希伯來人接生呢？頭先話接生婦係要加入一啲宗教元素啊嘛，係咪？外族嘅人點可以啊？咁樣嗱，我諗係交由大家自己去判斷。不過無論咧佢係埃及人定係以色列人，我諗佢哋咧當時都係一班咧好鬥膽咧對抗當時政權嘅兩個勇者啊！聖經形容咧佢係敬畏神，係咪？敬畏神呢個咧係一個好關鍵嘅動機。喺古埃及咧嘅法老自古以嚟都係被視為地上面嘅神明㗎嘛。接生婦佢見到呢一個地上嘅即係神明嘅代表呢個法老，佢係主宰晒所有嘢嘅，同埋佢一句説話就可以攞佢嘅命㗎啦。點解接生婦唔驚啊？我估佢唔係唔驚咯，但係反而佢係更加驚，更加去敬畏我哋呢一位睇唔見嘅神，係一位睇唔見嘅神。呢一個唔係敬畏懲罰而做出即係佢哋嘅行為，而係我諗接生婦係優先考慮到神嘅旨意去敬畏神。佢哋明白咧，違抗呢個法老啦、埃及王咧，好可能咧有即時嘅危險啦。唔單止佢自己，可能佢成家人，但係咧佢哋都要選擇去敬畏神。因此咧，呢一個咧係一個我哋今日即係話好想知道究竟佢有咩特質。佢就係敬畏神，去更加驚呢個睇唔見嘅神。其實經文裏邊咧都有提及咧法老嘅驚㗎。法老驚啲乜嘢啊？驚佢嘅地位受到威脅啊嘛，係咪？驚呢班以色列人越嚟越多，佢嘅政權就受到威脅，係咪啊？形成咗一個對比啊！接生婦都驚，不過佢係驚呢一個睇唔見嘅神。但係咧呢一個嘅法老咧，佢驚一個佢見到嘅面前嘅困難，一個阻礙佢嘅困難，一班越嚟越多嘅以色列人。我哋咧睇經文嘅時候咧，再睇到呢個法老去質問兩個接生婦嘅時候咧，佢哋好聰明啊！佢哋嘅回答係點樣㗎？佢話唔係我冇殺呢一班嘅男嬰啊，而係咧呢一班希伯來嘅婦人咧好強健啊！我去到嘅時候，佢哋已經生咗個仔出嚟啦。嗱，你可能話：喂，呢個係咪講大話咯？我哋基督徒唔應該講大話㗎嘛，係咪啊？OK，你可以即係討論下呢個道唔道德，啱唔啱嘅。不過咧，好明顯呢個唔係作者嘅向導。佢嘅動機係想話俾我哋知，呢班接生婦佢因為敬畏神，無論佢要做啲乜嘢，佢都要保護呢一班無辜嘅生命，為咗神咧去對抗呢個嘅政權。歷世歷代咧都有好多對抗政權，仍然堅持行出上帝嘅真理嘅一班人啊。咁可能你哋都會即係有留意過，有一個嘅德國嘅路德會牧者啦，佢叫潘霍華。佢喺納粹時期嘅時候咧係做牧者嘅，佢係一個神學家。佢係好勇敢對抗希特拉嘅政權，佢反對納粹軍啊，佢參加咗納粹軍嘅即係反納粹嘅應信教會，同埋咧佢拒絕呢一啲納粹軍對教會嘅控制，好積極咁參加咗一啲地下反抗納粹嘅運動。潘霍華咧好堅持上帝嘅教導，好強調基督徒係應該係順服上帝，唔係在位嘅掌權者。尤其是嗰啲掌權者係違背上帝公義嘅時候，所以咧佢喺監獄裏邊寫咗一本書叫《追隨基督》啊。佢好強調咧廉價恩典同埋昂貴恩典嘅區別，佢呼籲呢班基督徒咧要喺逼迫裏邊敬畏神，同埋要活出呢個信仰。咁佢嘅結局咧，最終喺1945年咧，俾納粹軍咧去處決，成為咗殉道者。嗱，另一個近我哋一啲嘅喺叫 Charlie Kirk，佢係好堅持上帝嘅道，佢唔畏懼即係一啲人對佢嘅 challenge。
佢係一個保守黨啦，佢生前咧好多次嘅公開佢自己基督徒嘅見證，好強調佢要堅持嘅敬畏神，並以信仰咧作為優先嘅。喺面對好多政治壓力嘅時候咧，佢堅持以捍衛信仰咧行先嘅。佢話：千祈唔好讓恐懼主導咗你嘅行為，而係要信靠神。喺一次嘅訪問裏邊咧，佢話：我希望被記住嘅係我對信仰嘅勇氣，最重要嘅係我生命裏面嘅信仰。咁 Charlie Kirk 佢都係即係被槍殺今年係即係猶他州嗰度被槍殺死啦。佢死嘅時候咧只得31歲，好後生喎。我再睇翻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我都諗緊呢兩個嘅接生婦咧，其實都好後生㗎。因為咧上帝即係知道佢敬畏神之後咧，佢話佢為佢哋建立家室啊嘛。當時希伯來人咧通常係12、13歲結婚嘅。我話哇，咁佢哋咪好細個咯咁樣，但係佢哋又要有咁有知識喎，係嘛？其實咧，我諗有時咧，神預備我哋去某個崗位去侍奉佢咧，唔一定係因為我哋有冇年紀嘅資歷啦，或者我哋係咪有成熟。神揀選我哋咧係睇我哋嘅心㗎。無論咧你嘅年紀有幾大有幾細咧，神都係即係好睇重我哋敬畏佢嘅心。相反啦，年紀即管有幾大咧，亦都唔限制我哋喺咩崗位侍奉神。琴日咧，我哋搞咗一個 welcome party， 係啦，咁係歡迎一啲上次佈道會決志嘅朋友啊。咁我哋一齊食嘢啦、玩遊戲啊、傾偈啊咁樣。咁燕姐亦都分享咧佢信主嘅經歷。我聽到佢話喺信主之後咧，佢好清楚神要佢喺呢一生裏邊咧堅持侍奉佢，同埋咧佢而家嘅工作裏邊咧係侍奉一班嘅長者。佢其實咧可以話已經到咗一個退休嘅年齡啦，但係咧佢知道神預備佢嘅生命要喺而家呢個崗位裏邊咧繼續服侍神。咁我哋都好欣賞燕姐啦，唔單止喺佢工作好忠心嘅侍奉，仲喺教會都係好忠心嘅侍奉。弟兄姊妹，我知道咧好多 UV 嘅人咧都係好忠心侍奉神。特別咧，即係我諗係我哋教育下一代啦，作為父母嘅大家咧，其實係好難做啊。因為好似即係我哋面前嘅困難好多，好似埃及王面對佢前面嘅問題好多，但係咧我哋依靠嗰位神咧，佢係好似睇唔見。有時咧我哋個心都會怯一怯。但係咧，我諗呢個接生婦俾我哋嘅一個即係分享啦，或者一個提醒咧，就係即使我哋係見唔到我哋嘅上帝，但係我哋仍然信靠佢、敬畏佢，佢會帶領我哋經過呢一切嘅路。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就話今日嘅講道咧好簡單嘅，就係要知道一樣嘢，接生婦咧究竟有啲乜嘢生命嘅特質，就係敬畏神啦，係啊。咁我再問落去，點解佢要敬畏神嘅？點解佢敬畏神？我哋睇埋上文下理，出埃及記1章咧，仲有1至7節，我哋頭先冇讀到嘅。咁時間嘅關係啦，你可以睇下呢一個係一個雅各佢嘅家譜。而第7節佢總結，佢話以色列人生養繁衍眾多，人數增加，極其強盛，遍滿了那地。其實呢個咧喺創世記裏邊，上帝俾我哋嘅應許嚟嘅，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呢個咧亦都係我哋每一個嘅使命。創世記裏邊咧，上帝同亞伯拉罕講：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佢亦都同雅各應許：你嘅後裔必如海邊的沙。到咗出埃及記，佢繼續去重申一次佢自己嘅應許，就係俾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人數增加，極其強盛，遍滿了那地。無論喺以色列定係出埃及，上帝都係堅持緊佢嘅應許。呢一個係上帝俾我哋應許嘅證明。喺困苦嘅裏邊呢，我哋有時可能係會迷失，但係呢，
我哋睇下原來上帝俾我哋嘅應許同埋使命咧，係佢會幫助我哋，同埋佢會喺呢個地上面話俾我知佢喺度。呢個咧都係接生婦好堅持嘅原因。儘管佢面前嘅呢個法老去質問佢嘅時候，佢都可能判死去同呢一個法老去交戰喎。佢唔怕呢個法老，因為佢去敬畏神。我諗我哋嘅生活咧，都係面前好多嘅困難，都係好唔容易。唔知你哋有冇問過呢個問題？點解我哋咁艱難，仲要繼續向前行呢？我諗係基於我哋基督徒知道上帝俾我哋嘅使命係啲乜嘢。上帝俾我哋嘅使命係乜嘢？如果你到今日仲唔知道上帝俾你嘅使命係乜嘢，我哋要好好去尋求，要好好去讀聖經。上2個星期咧，我睇即係一路敬拜嘅時候咧，唱咗呢一首詩歌叫《手中的福音》。咁咧，其實呢個《手中的福音》，佢裏邊好似總結咗我哋呢一個基督徒或者喺呢個世代裏邊應該要做嘅使命。好想咧同大家再唱一次呢首歌嘅副歌，或者你可以再留意一下嗰啲嘅歌詞。係啊，時間關係，我哋淨係唱副歌啊！識唱嘅我哋可以一齊唱啦。憐憫的體恤各方的需要，如同主看顧，關注患難為顧，垂憐無辜，為解受傷者痛苦，無謂的擔當，弱者的肩膀，無負恩典負擔，不理會藝唱歌，仍然祈禱，要將福音於手裏宣告。好似唔係好夠口咁啊！返屋企可以繼續唱。即係我諗大家喺呢個世代裏邊做一個基督徒咧，的確唔容易啦。但係我即係鼓勵大家去尋找上帝俾你哋喺生命裏邊嘅使命。無論喺你嘅工作崗位裏邊，你照顧小朋友即係嘅心路歷程，真係好唔容易。不過咧，即係希望你見到我哋呢一個見唔到嘅神係超過同埋大過我哋所見到嘅問題嘅。我哋嘅神係大過我哋見到嘅問題。願大家即係喺經文裏邊咧，可以即係見到上帝俾我哋嘅鼓勵。求主幫助我哋活出佢嘅真理。願主祝福大家。